嗯，哦，怎么谁转的那么急？都按到了。算了，就不要管它。各位兄弟平安，伫礼拜以前咱三个来灵性诗第八首，夜幕观看无限强出，咱请师兄甲咱读一下。夜幕观看无限强出，千万千时。
1982年，一个英国的作家伊写的诗，伊是根据诗篇15篇所写的诗。100年以后，就是1820年，1820年时，英国将海对 creation 的第一部分的上尾首，就是正天的宣扬上帝的荣耀，一首诗的这首曲来编入这个诗内底，是英国的出版的信息请做一首到即仔已经有300年的诗的诗咱今仔唱这首诗，好来孝念上帝的创造。伫诗篇15篇，伊遐有讲。天宣布上帝的荣耀，用枪传容易的作为，即日对迄日讲话，今年对迄年传播意识。这拢是无言无语、无声无息，总是因的声音传到全世界，因的言辞传到天边海角。上帝所有的创造，无论咱即马各一个角度，拢有咱正面日出日落，无言无语，无声音，总是伊咧讲话，伊个声音咧散到世界，传到天大角落。所以咱今仔日组织伫这个所在，三甲用首信息来做咧来时，咱无论各一个角度。咱拢来孝念上帝创造，咱过来用信息112首，信息112首，我心良心，咱请听，多谢。
永续安稳福气。上帝所创造的日月甲星星，伊拢永远伫迄个所在。人类用飞机去甲掠夺，因为制造足侪污染。人类用砍伐森林，将遐病毒，将迄个寄生于野生的动物的病毒来反转来攻击人类。上帝所创造的人类，应该是来看做好，总是上帝所创造的。人类的管理是用人类抢夺这个世界的资源，来制成家己认为是有自私的生活，来付出大自然的自私的这个上帝创造的力量。所以咱今仔日爱验证，要来思考上帝创造如何来，互咱伫这个疫情的时阵。会当常常用上帝话，伊伫遐无声无言语，总是伊一直咧对咱讲话。希望咱用验证心来思考，来敬拜上帝。
信用。我是上帝专业的创造天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生命，咱的主，伊对信是投爱，对在世路马也做事，伊本为了多人来辛苦，并是个是来做个维护，第三日对世人中国话，上天当最专业的上帝道理，你对他过来心看我人甲世人，我是是，我是共同教会，信徒上同，最下面有对国话，永远的王名，阿门。请坐。大家由体文第2篇来应该上的话，体文信息后壁，体文第2篇，咱第1篇，无趁歹人的计谋，无坐下国者的位，伊爱慕上主的律法，伊亲像鸡仔树在地皮边，树叶袂打去。歹人就是安尼。所以心怀是歹人会互上帝算账。因为义人的道路有上主在看顾。当心来祈祷。亲爱的姊妹，阮感谢你，让阮搁一摆来到主的面前，我就感觉恩典满满。因为阮有一个福气，受拣选成做上帝的子民，阮为着阮的产生愿意来感谢，因为伫主的面前，阮就安然自在。伊的大恩光，伊的恩典甲疼痛，互阮会当得到讨报。我要学乐你的名，感谢你，互阮成做上帝独一份子，归之主伊恩典真正的计划。更感谢你伫145年前，找过马太牧师来到松山地区设立这个教会，互侪侪人有机会认捌你，听起你的名，也透过历代的牧师、长执甲信徒，伫这个所在建立福音的基地。互阮相信上帝是做阮代代帮赞，也是阮将来的盼望。我要为着这段历史来感谢你，也要将阮的教会交托伫主你的面前，主继续使阮伫这个教会，互阮继续伫松山地区成做合意的教会、基督的教会、无老的教会，也传福音的教会。我若要将教会建堂事工交伫主的面前，主若无你的应允甲祝福，阮就有诚袂真任何的代志。由主甲阮着使长执基地，每一项决定拢是主你的安排，互阮会当看起主的手所做的工，也求主你坚固伊。亲爱的姊妹，阮也要为着阮的过失罪恶来求伊赦免。阮逐人今日来到主的面前。也是有无教义的信息，也是无学的，就会晓安怎交托。我哋中间有人为着家庭咧操烦，为着未来听声，也是为着身躯袂疼的烦恼。有人灰心失志，定定咧问上帝，你伫倒落，乃无出手来帮助阮。主，我将阮的软弱拢交托伫主的面前，求主你亲自安慰，用你的大主爱。大观念来怜悯阮、拯救阮，互阮听起你的声，看起你的工，也就你感动阮的心。主求你今日临在伫阮教会、伫阮厝的当中，提升阮的信心，互阮甲阮大家伫个会当接待阮身心的品牌甲祈求，阮摆咧以上的祈祷，咱嘛要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当声明。Yeah.
出埃及记第5章15节到23节。伫台语汉语圣经第63页，旧约出埃及记第5章15节。以色列人的头发来对法老求讲：请赐安尼款待你的奴仆，无用草互你的奴仆。我甲阮讲，着做庄，看你的奴仆受拍，实在是你的百姓的过失。伊讲：恁贫单，阮贫单，所以恁讲准阮去做事耶和华。当恁去做工，草毋互恁，总是庄着照野来交。以色列人的头目听是讲，日做庄的业袂通减少，就在害人。因离开法老出来，拄着摩西、亚伦、亚丁因的头前，就对因讲：愿耶和华感谢恁，心欢喜，因为恁互阮伫法老的面前，甲伊的人士的面前臭名，用刀下伫因的手来害阮。摩西倒转去耶和华遐讲：主啊，你请赐歹款待即个百姓，请赐找我，因为对我见法老托你的名来讲的时，伊就歹款待即个百姓，你也拢无救你的百姓。经到遮，讲道请咱牧师讲道，第六是上帝验证啊嘛。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2礼拜之前，咱有几位兄姐做过伫教会观赏一出电影，叫做《沉默》。规出电影，伊互人感觉心真沉重，特别是伫一个信徒的头，互不都雄雄切落来时，咱所有人拢倒抽一口气。这出电影是对日本天主教教导兼作家叫做远藤周作伊的册所读的一出电影。内容是描写伫日本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的年代，天主教互宣布是异端邪教，所以所有信徒都毋通公开家己的信仰，因为若互厝边的人知影你信天主教，就会互人灭国，然后互抓去换奖金。但是对日信徒来讲，上恐怖的毋是互杀，是互逼去打耶稣的伤，叫做踏过，也是上开喙烂。伊若无安尼做，就爱互别伫条仔互过烧，别伫海边仔互顶拍到死，也是规个人互别的倒头栽，艰苦到要死，但是阁袂死。但是当这信徒伫祈祷上帝时，上帝伫因的受苦内面念经，无讲话。伫当时所有的宣教师也拢互处死，就伫安尼一片真黑暗的年代，互人真怀疑讲，上帝你到底伫倒位？为什么你无顾你百姓的目屎甲性命咧？后来有2位真年轻的葡萄牙神父自愿去到日本，但是因的结局就是拢互官府抓起来。头一个是为着要救信徒，互水淹死；另外一位叫做罗德里奎兹神父，伊为着要保护信徒的性命，就互压迫用伊的骹去打耶稣的伤。打耶稣的伤对于天主教徒来讲是非常亵渎，甚至是背教的一种行为，所以伊非常痛苦。但是信徒的哀叫声不断转入去伊的耳孔，所以伊的骹不得不就打起去。但是就伫伊打起去的时，伊看见耶稣的伤，好亲像在甲伊讲话。耶稣好亲像甲伊讲：打落去吧，你的痛苦我上清楚。打落去吧，我是为着安尼，互恁吞担，我才出世来到世间。为着要分担恁的痛苦，我才过十字架。互人看做背教的即个罗德里奎兹神父，就亲像伫十字架顶，甲迄个互钉死、互气杀的耶稣相拄。即个神父伊看见的，毋是坐伫悬悬宝座顶的耶稣，反倒是迄个互鞭拍、满身是伤痕的耶稣。伊总算明白上帝不得，原来上帝是一点点。
伊甲受苦的人做伙受苦。兄弟姊妹，伫你生命经历黑暗的时阵，你感觉上帝定定在看，上帝无伫你的祈祷内面回应你咧。有真侪问题，我无法度互恁答案，但是今仔日这段伫以色列真黑暗，看起来上帝无讲话，无替因出头天的经文内面，咱做伙来敲找上帝对咱的讲话。咱来回想前一章的经文，是上帝出声来呼召摩西。然后咱若去看第6章，上帝嘛出声应允摩西，伊会拯救以色列人。但是独夹伫中央，今仔日咱所读的第5章，一个真重要的时机，就是摩西真无容易有勇气去见法老啊，遐尔重要的时机，但是看无上帝的影，听无上帝的声。迄个时机内面，只有摩西甲阿伦两个人徛伫法老面前，甲法老讲：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准我的百姓去，因通伫旷野为我守节。而且守节毋若是过一个节期就好，是有敬拜、雕神的意思。而且阿伦甲摩西的口气嘛，毋是讲拜托的，互阮去，迄种卑微的态度，而且会是命令、关顾的口气。所以，咱就知影讲摩西甲阿伦的讲话，伫法老听起来，敢若是刺咧插共款。法老是埃及人看做神的一个人，但是竟然恁遮以色列人竟然讲咧去拜恁家己的神，恁无感谢埃及人，互恁土地大，互恁物件食，但是竟然恁要去到迄个旷野全石头、全沙漠的即个旷野，所以对法老的反应，嘛当看出伊非常的不满。伊讲：上主是一位，互我着听伊的声，准以色列人去啊！我毋捌上主，也毋准以色列人去。其实法老毋是毋捌以色列人的上帝，伊听过，但是伊会安尼讲，是因非常轻视的态度。即个神是啥？我当埃及人的神呢？我为虾米要听伊的咧？然后摩西甲阿伦搁第二届讲，希伯人的上帝拄着阮，求你准阮去旷野行3日的路，祭祀上帝。行了，伊会用瘟疫、刀剑临到阮。其实伫即段讲话真奇怪，因为上帝进前根本无对摩西讲，如果恁无去旷野敬拜，我要用瘟疫、刀剑来攻击恁。但是为虾米摩西会安尼讲？有可能伊想要引起即个法老的同情。法老，我若无安尼做，上帝就会处罚阮的。也有可能摩西想要甲法老讲，阮毋若互上帝处罚，恁埃及人嘛失去劳工，所以毋若是阮有才艺，恁嘛会拄着牵连。但是咱看到一个独裁者，伊绝对袂同情人。即个法老一听因要行3天的路程，就马上反对，因为即群人是想要平淡。因为若3天的工无人做，就产生3天的损失。另外，即群人若行3天，就可能离开埃及的境界，安尼因的损失，毋就是搁较大吗？所以圣经读到遮，咱会当看见当时的以色列人，毋若是生活伫一个互苦毒的时代，并且嘛活伫一个信仰互吞达的一个年代。有可能因无受到，亲像我一开始所讲的日本即个沉默，即个作家伊写迄个诗集，遮日本人所受到遐尼大信仰的压力。但是伫一个上帝互轻视、敬拜行为无互当作一回事的年代，上帝百姓要安怎来表现出对上帝的靠慕、对上帝的恳求呢？但是这毋是伫迄个时代的代志尔。伫21世纪，咱的时代嘛有遮个代志在发生。有一个世界性的基督教迫害监察组织叫做“敞开的门”。伊公布，伊伫去年公布全世界的一个名单，又列出前50名受到迫害上严重的国家，前10名是北韩、阿富汗、索马里、利比亚、巴基斯坦、苏丹、厄立特里亚、也门、伊朗、印度。
其中即个北韩已经是17年互评做是迫害基督徒上严重的一个国家。另外，值得咱注意的就是印度第一届进入前10名，伫咱这前10名无看到的27名是中国。伫这50个国家的内面，差不多有2亿外的基督徒受到迫害，所以比例是悬到咱无法度想象。第3个亚洲基督徒内面有1个受迫害，每6个非洲基督徒内面有1个受迫害。全世界统计起来，9个基督徒中间就有1个受迫害。所以兄弟姊妹，咱会当坐伫遮自由敬拜，这实在是非常值得咱感谢的代志，因为咱毋是其他迄2个人。但是咱来想看觅，上帝敢有伫遮受苦的以色列人的中间咧？上帝感觉遮个伫北韩、伫印度、伫中国受迫害的基督徒伫因的中间咧？我无法度用看会见的证据甲咱讲有，但是我嘛袂当用我还袂看见的来甲咱讲上帝有伫因的中间。我嘛无法度讲出讲上帝伫因的忍耐的中间即种话，因为实际受苦的是因，毋是咱。但是我会当确定的是，就是耶稣伫十字架的受苦。伊的受苦表示伊会当体会遮人的受苦，伊的死表示伊对苦难也无法度有答案。但是咱知影，耶稣国活，耶稣国活向咱来证明，伊赢过遮个苦难，任何的苦难拢无法度来牵制伊。同款，咱遮接受救恩的人，咱嘛赢过所有的苦难。神学家莫特曼伊讲，基督教上大的特色就是伫各个他山顶耶稣的十字架。对方顶十字架的耶稣身上，咱看到道成肉体，亲自踏入来咱人类历史的基督。但是咱嘛看见，伫耶稣受苦，伊喊话讲：“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要弃杀我？”的时，上帝无任何回应的话。但是咱嘛亲信，伫安尼安静的时刻，上帝家己伫十字架顶显现伊对人类上大的疼。迄种疼是任何语言也无法度形容的疼。但是今仔日这段经文，毋若是用来安慰遮受着痛苦、受着迫害的基督徒。这段经文嘛，甲咱生活伫自由所在，会当自由敬拜所有基督徒有关系。咱虽然会当自由敬拜，但是真侪时，真侪无共款形式的法老王，嘛伫咱的环境，嘛伫咱的心灵，伫影响咱对上帝敬拜。伫约翰福音4章24节有讲。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要用神、用真实来敬拜。但是兄弟姊妹，咱家己问家己，咱敢真正诚实来到主的面前？还是咱嘴咧敬拜，行大样的礼仪，但是内心较无真正敬畏甲敬虔？咱的外表嘛无任何的改变甲进步咧。所以咱要常常求主拄起咱旧的心，换新的心互咱。一像伫以色列。3章26、27节有讲，伊遐上帝讲：“我要用新的心赏赐恁，也要用新的心下伫恁的内面，搁要对恁的肉体中拄起亲像石的心，赏赐恁亲像肉的心。我要将我的心下伫恁的内面，互恁顺探我的能力，守我的法度来行伊。求主拄起咱迄个对世界毋愿意对上帝的心。”换一个新的心，圣洁、悔改、谦卑的心，互咱会当听叹上帝的话。所以，兄弟姊妹，咱定定要为着这个世界咧受迫害的基督徒来祈祷。咱毋若为着家己的需要咧祈祷，咱要为着遮人来祈祷。咱嘛毋是为着咱家己咱所需要的食清用来祈祷。咱来求主保守咱。无互世界掌权，而且黑暗的势力夺走咱对上帝的顺服，甲对上帝的听。这段经文，咱看到这个独裁者伊颁布一个实际的行动，而且咱看见
以色列人因平素所做的砖，是用尼罗河的土，然后敲草慢慢的，然后甲缀伫迄个用茶做的迄个盒仔内面，拍打了后就是一块砖仔。有草做的砖仔会较坚固，但是竟然现在法老下令才降工的，毋准佮提供以色列人草料。并且要求而且砖仔的数量嘛袂当减少。法老会安尼做，上大的原因是第9节，恁着用较重的工互因做，互因着我无去听无影话。伫法老的心中，摩西甲阿伦所讲，即个上帝所讲的话是无影话，所以这人想要变单，甲倒因要行3日的路程去敬拜因的上帝。哇！咱看到即声惨啊！埃及搁较侪所在是啥？埃及人因真侪所在是沙漠，草已经真无好找啊。但是即摆法老不但无要互因草，搁下令袂当减少迄个砖仔的数量。以色列人发现因做袂到，所以但是因来甲法老陈情，但是嘛无效。当然，咱会当知影伫迄种年代，基本人权还无受到重视。奴才嘛是互当作是合理的，但是伫即章内面非常明显的就是，法老是认为以色列人想要变单，才用即招来对付因。所以，即位独裁者不但无尊重人的信仰，连人的性命伊嘛无看伫眼内。但是，而且以色列人百姓伫日头下面辛苦找草，赶工赶袂出来。埃及人的边已经夹起来啊！当因互扣留伫因的困境内面的时，上帝你伫倒位？兄弟姊妹，伫真实的生活内面，咱无一定是因为犯罪来产生不安，搁较侪时阵是因为咱扣伫即个世界一层搁一层的困境的内面。有的人是因为经济伫困境，有的人是因为学业。有的人是因为职场文化的困扰，有的人是人际关系，有的人是对囝儿的操烦，有的人是对未来感觉真了无。这拢互咱感觉，咱家己就亲像是一只野兽困伫陷阱内面，安怎挣扎也走袂出来。上帝啊，为什么你伫我的困境内面安静无出声呢？同款，我无法度回答咱的问题。但是我试用经文来找到答案。咱若继续看落去，会当知影，当这以色列人这工头将这项事怪互摩西、怪互阿伦了后，摩西伊无去找人参详，伊转来上帝面前祈祷。伊安怎祈祷？伊讲：主啊，你啥事较款待这个百姓，啥事找我？因为对我见法老托你的名来讲的时，伊就歹款待这个百姓。你也拢无救你的百姓。我看到摩西祈祷，会感觉甲咱每一个人的祈祷拢真共款。上帝，你叫我来呢，但是你较无亲像你讲的安尼应付我。我嘛定定安尼祈祷，上帝啊，我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呢，我拢有来做礼拜，有奉献嘛有服侍。但是伫我拄着困难的时，你伫倒位啊？但是你做梦的时，咱讲出来的话，定定是失去理性。上帝敢一点仔拯救拢无吗？摩西讲：上帝啊，你拢无拯救你的百姓，但是上帝敢一点仔拯救拢无吗？表面看起来是安尼，但是上帝无出声、无出手的时，无代表上帝无伫做工。上帝确实伫做工，伊伫法老的内心做工。当摩西将上帝的话传达予法老的时，法老开始不安。为什么伊不安？因为伊自认伊是神，伊是埃及人的神，伊无想到有另外一个神存在，这个神竟然过来命令伊。所以咱看见伊的不安透过伊的行动表现出来，伊加强咱虐待这以色列人，用安尼来安藏伊内心的不安。所以兄弟姊妹，上帝毋是伫咱受到困境屈调时拢袂出声的，上帝要伫做工，但是咱的心境若无改变，就永远受屈缩伫咱家己的困境的内
甚至有可能咱的困境已经解决，但是咱永远看袂起上帝。有一个人伊就发现这点。伫日本大正到昭和年代，有一个基督教社会运动家叫做鹤川丰彦，伊有创办日本农民公社，也是耶稣团这组织来实践耶稣的听。所以有一个称号叫做平民街的圣者。伫1911年，伊对日本的新学院毕业了后，就伫平民的所在开一间经济餐馆，叫做天堂屋。中到休困的时，伊就教这工作人员圣经，也是教因圣诗，所以就安尼认捌真爱因老的太太。一个月了后，因两个人结婚。鹤川这个人是出身是真好野的家庭，但是伊竟然将这个婚姻结婚真豪华的宴席摆伫贫民区，请这散车的人来食。并且因介绍讲，我带到一个愿意真做恁的老婆的太太，请恁厝内有人若要生囝，也是有人破病欠缺人手的时，请随时来找我。就是遐尔特别的一个人。了后，伊阁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甲神学院来读册。伫完成学业了后，伊阁倒转去日本的贫民区伫遐服侍。所以咱看见一个长期伫劳工阶级服侍的一个人，伊有甚物款的发现呢？这个人伊原本认为讲，只要改变工人的生活，互因好的生活，就会当改变因的品格，互因的品德就会缀咧改变，会哪来哪好。但是，这个长期伫这个劳工阶级、平民阶级的人，伫遐做工的人，这个人发现，毋是安尼，毋是伊所想的安尼。这个人的品行，无因为生活变好就变好，只有福音传福音，带因敬拜、认捌耶稣，因才有可能改变。所以伊开始改变伊做工的这个方向。这个鹤川丰彦嘛，甲咱台湾有淡薄的关系。伊捌伫1932年，咱台湾北部教会庆祝释教60周年的时，就邀请来到台湾的淡水做伙来庆祝。所以透过这个鹤川丰彦，伊长期伫平民、伫劳工的地区服侍这个人，伊会发现，咱会当知影，福音的气力是赢过咱的信仰。上帝是有气力的，但是有当时啊，伫困境内面的咱无法度用超越的信心来看见上帝在做工。所以其实这毋是上帝的问题，是咱家己的问题。毋是上帝保持严正，是咱家己的目睭看袂起。我要用一首歌来甲咱做伙来勉励。这首歌叫做《God is Working》，上帝在运行。伊的歌词安尼写，伊讲上帝在运行，伊永远在运行。虽讲是现在这个真黑暗的时代，但是上帝永远在运行。虽然咱无法度知影伊安怎运行，但是伊永远在运行。虽然是现在上帝要在运行，虽然咱看袂见，咱也无法度明白，但是爱会记上帝要在掌管，伊应允会带领你渡过难关。虽然是现在上帝要在运行，所以兄弟姊妹爱会记，上帝袂保持定定，上帝嘛袂一点仔拯救拢无。上帝竟然已经开始伊对以色列人拯救的计划，上帝就袂停止。同款，耶稣嘛应允咱。耶稣讲：“我已经将这个甲恁讲，互恁踮伫我有平安。伫世间恁有苦难，独独恁通放心，我已经较赢世间。”伫遮甲咱讲着，耶稣较赢世间，任何的患难拢无法度夺走伊对咱的疼，甲要互咱的平安。所以兄弟姊妹，咱做伙勇敢来面对这个世界，因为上帝无定定，上帝是以马内利，就是上帝是永远甲咱同在的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我感谢你。虽然伫阮生命困境的时，阮感觉你无伫阮的身躯边，总是透过今仔日摩西的经语，互阮知影你永远伫地。
你无放杀阮，你陪伴阮度过生命任何危机，主我毋是孤单的。虽然有当时啊，即个问题看起来还袂得到解决，总是阮相信，当上帝你甲阮同在，阮就有困难。恳求主，互阮毋是将目睭放伫阮的问题的顶面，互阮会当将目睭放伫你，因为阮相信，阮所信的上帝是大有权柄的上帝。主就恳求你帮赞，互阮有安尼的信心。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现副主播来读这个经文，咱做伙来读两摆。应还主我天堂我应之人，家和应有堂堂，其其无对，最属的家庭无好处，小度也个世界，为必须给主给个世界的在个拜，应还主我天堂我应之人，家和应有堂堂，其其无对。最属的家庭无法处理，下边的世界，为必须的主的世界在。咱做伙来灵思回应上帝话，信息614首，信息614首。
舒服。290件消息甲报告。第三项，关怀组业今日下晡12点半要举行新朋友欢迎会，请市内朋友跟友一参加。第四项，今日下晡2点要调会小会，请小会员参加。第5点是小鱼台2020年第1学期甲社会弱势辅教会关怀分调，对9月8号拜二上午10点半要举行开学礼拜，欢迎兄弟参加。第6点，本教会对9月9日甲11月25日每礼拜3下晡7点甲3点，甲有青局合办桌游课程，欢迎兄弟参加，请向代表书来报名。第8项是小会甲长执会已经分别伫7月12號甲8月9號二月教會重建案，希望做咱教會設到157年，就是2025年的時陣對上帝的獻禮，為着要互所有的會員更了解、更參與，達到全體一致的共識。小會要到9月13日。禮拜二上午10點到11點舉辦2場的說明會，會中要邀請電燈小組的成員魏中宏與我來報告，請大家當參加。奉獻的部分有錯誤，請向準則來糾正，請律師補充報告甲介紹新來人客。好，咱歡迎今仔日來到咱中間的林玲基兄弟，請你站起來，歡迎。咱也恭喜雪里兄甲蘇清杰因的大漢查某囝依然吼佇8月31號喜獲千金吼，咱為着因來感謝。吼，佇今仔日的消息報告第8條講，咱佇後禮拜有2場的建堂的評估的說明會，10點、11點就是分別要互第1場禮拜甲第2場禮拜兄弟姊妹參加。所以咱若第1場兄弟姊妹，吼，咱會當佇做禮拜了後，咱11點，互咱來參加迄個11點的。然後第2場禮拜咱當參加10點的吼。所以有安尼2場的安尼一個說明會，咱慢慢做伙會當來關心教會的未來。咱即時咱來為着咱的教會來祈禱。咱的機體，咱只是有一段影片，有一段影片，就是針對咱頂禮拜咱的釋教145周年，咱有一段回顧，咱請咱的同工來做咱幫咱。
替咱制作安尼一个回顾吼，嘛咱嘛会当常常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即是咱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咱为着遮个身躯欠安的带伊的秀华姐、建峰兄，嘛为着你处理疗养的邓妈妈、水明兄、慧玲姐、光琪姐。廖罗素梅姐、以礼、陈其宏长老、楚文兄、方梅姐、志金姐、庆和兄、明理姐、碧霞姐、阿淑姐、桂子姐、谢玲兄、富美姐、静雄兄、阿菊姐、阿秀姐、郭元兄、董龙兄、李雀老师，加好姐来祈祷，嘛为着怀孕的姊妹，也为着拄啊生产的宜兰，咱来感谢，互咱做伙归罪为集体，为咱的教会来祈祷。主啊，感谢你引带我的教会行过145周年的安尼的时间。主，我相信你以后也会共款的引带阮。主，我也恳求你使用我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的心志愿意互主你来找肯，帮助阮，无论是伫教会内的服侍，也是伫社会的服侍，互阮拢会当来成做耶稣基督的光辉，会当照伫人的头前。主帮助别人，也会当来明白你。主恳求主你使用阮，也帮助阮也为着阮的所关心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我为着你第二的秀华姐建红兄祈祷，恳求主你医治帮助，也互因会厝内的人也当心得着平安，也互因伫病痛过程中间内心有平安。主，阮也要为着伫厝内疗养的侪兄姐，甲因的家庭祈祷，恳求主也手术互因对你来的信心，也扶持因会当行这段真艰苦的道路，扶持因，互因知影上帝你伫因的痛苦内面甲因同在。我也要为着我生产的宜兰来献上感谢，主恳求你保守，互伊会当恢复健康，也保守伊甲伊的囡仔，甲伊的全家，也为着怀孕的姊妹来祈祷，也恳求主你保守这姊妹，互因也伫怀孕的过程有上帝你的看顾。我也恳求主你带领阮头前的道路，特别伫即个世代，阮相信要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有时真正是困难。做是我恳求主，互阮会当低调真理，会当勇敢来进前。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是来听信息394首，信息394首，以及了请代表书这个。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阿门。